你爹是王启年吗？嗯。我是你爹好朋友，你叫我叔叔就行。嗯。给我的。嗯。啊，那谢谢你啊。装好了，装好了。啊？想叫你吃饭。哦，好。小范大人吧，我是启年的发妻。千万莫叫大人，我跟老王过命的交情，按道理我得叫您声嫂子。大人请坐。启年一早出门给大人办事，我们不必等他。也是他不小事，早上才跟我说大人来了，都没准备。自家熬的粥，怠慢大人。千万别这么说，是我麻烦夫人。有肉。那可真好。你叫什么名字？爸爸。不是我叫的啊！大人误会了，孩子乳名啊。我家丫头单名一个霸字。是哪个字？王霸之气。真的是。叔叔，鸡蛋掉了。谢谢啊。听说大人在京都有数10段情缘。我对天发誓，绝对没有，都是假的，都是以讹传讹，一个都没有，一个都没有。那郡主呢？哦，跟婉儿的婚约确有其事，但除此之外，别的都是假的。我最相信大人。大人喝粥。哎，叔叔，别再掉了。我尽量。孩子这名字挺特别的。刚有身孕的时候，启年选的，没想到是个丫头。那怎么没换一个？名字硬气，命也硬些，能平安长大。好名字，好寓意。我也觉得自己的名字好。娘，女儿错了。食不言，寝不语，女儿不应该吃饭说话。知错就改。女儿知道了，女儿一定改。起来吧。大人坐。说孩子呢，大人不用拘束。院长，年若海呢？他把自己关起来了。去看看。哎，大人别动，我帮着一块收拾吧。听启年说，大人要交房钱。他是这么说的。1天1两，说是补贴家用，没这回事吗？有这回事，房钱得交。那就没有理由让大人帮着做事，不然这钱收的坏了规矩啊。大人请坐。爸爸陪叔叔聊天。聊啥？都行啊。你多大了？我5岁了，那你多大？反正比你大多了。那你是大人吗？当然是了。那你为什么睡我的床？我只是借住一下。哦，那你喜欢吃肉吗？
喜欢啊。那你知道什么肉最好吃吗？什么肉啊？是五花肉。有道理。那你想吃五花肉吗？想啊。娘，哎，怎么了？叔叔想吃五花肉。晚上给大人做。我不是，我没。行啊，肉也让你骗到了，帮叔叔个忙好不好？好。家里有纸吗？再找根烧过的炭条来。这爸爸，随他爹。城内已发现方启年的踪迹。看来正如院长所料，范闲没死，还来了京都。那你这会儿是等着范闲来监察院找你？他不能来这里，监察院凌驾百官，又是倾国第一重地。他如果只是因为自己的私事动用替死权力，必死无疑。你不是说陛下都震怒了吗？假死乃是欺君呢。唉，也是死罪啊。左也是死，右也是死。那你还有心思和周？该做的我都做了。能救他？能救他的只有他自己。范闲过不了这一关，会怎样？他如果过不了这一关的话，恐怕你永远不会走出这里了。我不重要，关键是你。如果范闲死了，你会做什么？大人，哎，爸爸，哎呀，爸爸，哎呦，呀，想死我了！哎呀，爹爹早上啊，看你睡得香，就没舍得叫你。哎呀，想死我了！先忙正事儿。夫人辛苦了。小娘娘，去。夫人辛苦了。大人，您要的东西。这外边情况可是有点不对呀。怎么了？程家蹊跷的消息找到了？还没找着呢。但是我这一路打听过来呀，我发现大人的死讯不光是在民间，在官场上他也传开了。所以呢？所以啊，我觉得这事儿闹大了，可不是什么好事儿。将来您跟陛下怎么交代啊？这可是欺君之罪，掉脑袋的。我知道。那咱们现在就离开京都，回使团吧。就说您的死讯那是误传。别担心，这些我都考虑过了。大人有准备就好。你继续找藤家母子的下落。那您自己先回使团，我进宫见驾。见驾？大人，这死讯可是已经传开了，您现在去见驾，那等于找死啊！是啊，是很难，但是绝处才能逢生。但话是这么说，可是将来咱逢不了生怎么办啊？现在先奔绝处去啊！那也没有别的办法呀，总得面对，试试吧。不是，大人，那咱也不能去找死去呀！老王，我要是真死了，你赶紧搬家啊！别在京都待了，没意思。不，大人，您一定要逢生啊！我记得你跟我说过，小范大人聪慧无比。那是自然啊，小范大人何许人也啊？那是聪慧绝伦呐。那还担心什么？他选的这条路，他是条死路啊。
各位不必惊慌，我就是单纯的一个刺客而已。你们这些人能不能给我长点脸啊？就连这扫洒，还非得有人给我告状。你们什么时候能给我省点心呢？啊！公公，侍卫传话，是有刺客找您。你说，这人你说什么东西找我？侯公公，侯公公，他对宫里各处细节都熟，不像外人。咱们想着还是请侯公公亲眼看看再说。哼，一群没担当的！老柯，侯公公好呀。不，散开，散开！我的范小爷，您怎么在这儿啊？麻烦侯公公帮我传句话。传什么话啊？我要见驾呀！万万不可！陛下现在正在震怒，你要见驾就是个死。麻烦侯公公帮我转告陛下，我确实有苦衷，只见一面。我的范小爷呀，就算我求求你了，走吧。您就帮我传一句话就行。陛下现在正在气头上，我要敢给你传这话，我就得陪你一块儿掉脑袋。说句老奴不该说的话，现在这个局面，你若是不走，就是绝路。你现在还蒙上面，顺着原路出宫，我老奴就当没见过你。假死欺君，这种做法愚蠢至极。不然呢？我还能怎么做？就是有天大的事情，也应该熬到回京。人命关天，我等不及。难道你的命不是命？所以呢？陈院长现在就是取我性命来的。现在的处境，你应该自己清楚。我知道。知道什么？所有人都告诉我，现在见驾必死无疑。我唯一的活路就是离开京都。离开京都，与死无异。照你这么说，一条活路都没有了。说对了，见驾就是去死。你要想活，就必须先死。只有拼死见驾，你才有活的生路。如果陛下这次不杀你，你就可以熬过一劫。可是我现在根本就见不到他。我可以试着去劝一劝了。是生是死，答案不知。我知道你现在不信任我，这样很好。如果你一直还是盲信于我，那真的完了。但你如今没得选择。等等，帮我把这个交给陛下。不用打听，我不需要知道什么。萧恩临死之前透露了神庙的秘密。神庙之事，陛下不谈，绝口不讲。如果今天陛下见你，你一定要记住，在你没有确定名正言顺地活过来之前，不要见我。你做的是你救的人，我也不会帮你。就当京都无缘相助，只有你自己。其他地方我也不能去。别回范府，别来找我，其余的事情你自己决定。
多谢。臣觐见陛下。臣有喜讯向陛下禀报。范闲死讯传遍京都，已激发起我大庆文人同仇敌忾，奋发奋进。北齐文坛压制我大庆至今呢。恭喜陛下！现如今，时局已经改变了，我大庆文坛不再会以北齐为师。照你这么说，范闲是真该死。欺君之罪本就该死，不过他要是活着的话，也还有些用处。毕竟天下文人已视范闲为未来文宗了。如果他活着的话，那北齐文坛也会心生敬仰之心。陛下，外边已有传言了，说远隔千里，消息有误，说死讯传错了，也有可能。不管怎么说吧，欺君之罪绝不可恕。只是范闲已知是绝路，依然恳求见驾，说明这孩子内心已知错，也甘愿受死，没有回避之心。您看，这是这孩子给您准备的礼物。您说这孩子北齐遇险，生死一线，可心里牵挂的还是陛下。这孩子就是该死了，要不然陛下先见他一面，然后再杀他，也不迟啊。你还有事吗？罪臣范闲，假死欺君，罪无可恕，死不足惜。臣自儋州长大，不闻天下之事，无凌云之志。自入京都，扶摇直上，若无陛下信重，又岂有今日？臣虽未直言，但又怎能不念陛下之圣恩？臣自出使北齐，早已抱定必死之决心。所谓生死，又怎及陛下信重之万一？今日见驾，不为其他，只愿将臣北齐所知之事托付陛下，切莫因臣一人之身死，牵累国事。臣出使北齐，得知长公主李元瑞与二皇子李承泽与北齐锦衣卫暗中往来，或有通敌之嫌。臣虽使团归途中，遭李承泽手下以臣身边亲友相逼，逼迫臣俯首听命。臣无奈之下，只好假死脱身。虽有缘由，终究荒唐。神庙之事，陛下不谈，绝口不讲。
除此之外，萧文死前向臣透露，神庙之所在就在极北之地。此等密文，当竭力隐瞒，又或择人而事，还望陛下斟酌而定。臣在北齐所知所闻，如今已尽数告知陛下。至此，即便是身死，也再无遗憾了。唯一可叹的是，生死一别，再无机会为倾国尽心，为陛下尽忠。臣死后，若是魂魄有灵，亦将护佑倾国，护佑陛下。愿倾国四海归一，愿陛下无病无灾。臣言已尽，俯首领死。我都说了嘛，滚远点啊！好久不见，范闲，你不都出师北齐了吗？你这什么章程啊？天下这就装的有点过了啊！什么意思啊？城门挂着我的挽联呢，我的死讯你能不知道？我最好是不知道吧？什么是好太子啊？不知道才是好太子啊！我人都站这儿了，我看不见。你就不想知道我为何假死回京？我眼瞎，吴二龙。李于瑞和李承则同谋，暗通北齐锦衣卫，走私敛财，图谋不轨。老二心机重，内库财权，他可一直惦记着呢。不可能，这事绝对不可能！姑姑怎么可能跟二哥站到一起啊？殿下真觉得自己了解长公主吗？你从哪儿得来的消息啊？北齐锦衣卫镇抚司指挥使沈仲有实证吗？秦国边境有处小镇，名为史家镇，北齐走私物资运往境内，多在此处囤积转运。把这镇上的商铺查一遍，就能真相大白。也就是说，你所有的消息都是这个叫沈仲的人给你的，对吧？北齐小皇帝帮我查。小皇帝凭什么帮你？我接了走私的买卖，所以李承则想杀我。我派人连夜赶往史家镇。殿下这会儿不聋了？生死存亡，顾不了那么多了。我送你回使团呀。暂时还得留在京都。那你可以藏在我这儿。心领了，我有自己的事儿。你现在生死攸关，有任何需要尽管开口。那就先多谢。殿下，你我合作，切不可让李承则知道。那是自然，绝密啊！方才那些护卫，我关他们一段时间，想不到有朝一日，你我二人会联手啊！各取所需罢了。保重。刚刚进殿的护卫都过来一下。都齐了吗？齐了。
人非草木，孰能无情啊？周跟了我这么多年，留个全尸吧。现在就得走啊，要不然呀，不光是救不了藤沙母子啊，我家夫人的爸爸也得你危险。慌什么？就这样，您还去找太子，这不是与太子私下结党吗？这不是罪加一等吗？还有啊，就您刚刚进宫这一次啊，要是有人走漏了风声，那就会有人出来，趁这机会让您真死喽。老王，你听我说啊，哎，我要活过来，最重要的就是时间，是吧？要是在使团回京都之前，我再活不过来，再想复活，我就有困难了，所以我才去找太子啊。哎，这太子他能让你活过来呀？不是太子能让我活过来，是时间紧，任务重，咱们要查的事情太多，靠我一个人不行，所以得分工合作。我让太子釜底抽薪去查老二走私，咱们两个负责查藤家母子下落，查清楚了才能回使团。那要是查不出来呢？那就破罐破摔，都得死。大人，不至于吧？那我家不至于，爸爸，那就不至于啊！办法总比困难多。话说回来，你查的怎么样了？倒是有些消息了。我问了，这费家费老啊，不在京都，是去执行公务了，安全。还有思哲少爷吧，也是安然无恙啊。我问了，说他总是早出晚归的，也不知道在忙什么，但是没有被挟持的迹象。所以失踪的就只有藤家母子。他们倒是也有消息了，有人看见他们被带走了。看到带去何处了吗？抱月楼。抱月楼？什么地方？青楼。你真的不打算出来了？也不知道要待多久，先搬点进来。不会太久。有消息了？刺客见驾了。刺客还见驾？范闲，陛下想让他光明正大的活过来。那他时间可不多。使团抵京，一切尘埃落定，他可活不过来了。范闲都被烧了，咱不回去弄吗？不急，我观察观察，确认没意外再说。既然以后让他活过来，那陛下为什么要把范闲的死讯昭告天下呢？要让杀他的人知道范闲死后什么场面。天下震动，快成国葬。毕竟庄莫涵把自己的藏书都传给了他，意义非凡。文坛传承。再一个，陛下就是想要敲打敲打他。这孩子什么都好，就是太离经叛道了。范闲能明白吗？明白归明白，听话不可。这其实是个好机会。死讯传开，这个时候他若真死了，没人会说什么，还特别顺理成章。哎，干嘛去？您的意思
不让我杀范闲吗？人找着了吗就杀。啊，那找到通知我一声。这其实啊，找到范闲不容易，但可以让他自己出现。那他应该在哪儿出现？还能是哪？抱月楼啊！抱月楼。要想找到藤家母子，范闲必去抱月楼。你不出手帮他吗？现在这情景，陛下也看着，我要出手，陛下未必高兴。抱月楼背后到底是谁？开门！能进去玩吗？对不起，没有帖子不能进。通融一下。通融不了。来，那边请啊。哟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公子喜欢什么武器？当然是剑了。尴尬，因为这就属于追思的不行的模仿秀。模仿我大概明白了，秀是从何而来？秀就是瘦。您是比我瘦。说惶恐。魏爷，大爷，你查查。身无彩凤双飞翼，心有灵犀一点通啊！我再来，我再来，再给我一回就是我讲。我想不想？我想不想？你看，这就属于追思追的不好的，模仿瘦的不好的啊。您说这是不是天赐良机啊？学诗仙，他谁能跟您自己比？大人，咱不是要潜入抱月楼去探听消息吗？为何不报名上台呢？若是抱月楼中门大开，广迎宾客，或许还可以一试。大人啊，你怎么给大人喝这个？哦，这还行啊，这个。哎，夫人，哎，我来。那您是怕上了台去，有别人把您给认出来？台上就算认不出来，没有人群掩护，想混进楼里，怕是隐藏不住。我想来想去，这抱月楼追思会恐怕是个陷阱。瓮中捉鳖，捉你！不，我是那个意思啊。那咱们应该趁着夜黑风高，咱们晚上进楼去找人。咱们只有一次机会，我就怕打草惊蛇。这抱月楼管事的是谁？那我得去查查去。圆梦。圆梦是谁？圆梦，袁大家，曾是流金河夸魁，司礼礼之前，属他最具盛名。夫人怎么知道这些？咱家以前卖过胭脂香料，
青楼这一行的事，多少知道些。那你之前不说？大人莫怪，这一类的生意，几年他管得少。我得避嫌。向你学习。大人呐，那咱们是不是就从这个圆梦查起呀？这个圆梦就是抱月楼的东家吗？他虽管事，并非东家。抱月楼的东家很神秘，不知底细，从未露脸。要查滕家母子的下落，恐怕还是得找到这个神秘的东家。外人不知道，楼中人或许知道。有熟人？有位姑娘，与启年相熟。不可能啊，绝不可能！大人，王某这一生最看重的就是名声啊，说一声冰清玉洁啊，那也不为过。夫人一定是听了什么谣言了啊！桑文姑娘，今儿这手怎么这么滑呀？出汗了吧？一开始送胭脂香料，不都是送到桑文姑娘手里吗？那倒是啊，但是我跟她没有什么关系啊。大人呐，我想起来啊，开始呢我是卖给她一本琴谱，后来呢又卖给她一把古琴，再后来才是夫人说的这香料啊。你这卖的还挺多呀，还卖过什么？卖过地图、红楼，这大人都知道啊。但是我见了大人之后啊，王某就只卖命了啊。夫人，刚才要不是你说起什么丧啊、什么文呐，我都把他给忘了。如今桑文姑娘便在抱月楼。他不是说他只做唱曲名家，他不会。大人万幸啊！启年看来是没忘干净，想必能帮大人搭上这条线。哎呀，怎么坏了？不知道。我去换一个。我帮着找找啊。这茶要不咱们……哎，对啊，还是得喝，客随主便。勺放哪儿了？哎呀，在这儿呢。去吧，大人等着你聊三姑娘。不是，我真的跟他不熟啊。再说人家在抱月楼呢，对吧？我就是想见，我也没有机会见。你还想？我是得想，我必须得想啊！我替大人好好想想个万全之策啊！大人，别看了，红了，手指头还挺长。哎，一会儿就好了。大人，要想见呢，还是能见到的。这青楼里的女子啊，她们的衣着胭脂都得在楼外购买。哪家铺子？铺子我知道啊。咱要想找到桑文啊，那就得去守株待兔。这铺子能让你混进去？都认识。老王，你这不远。不是，您可别多想啊！我就是偶尔在他们身上赚点小钱而已，别的没有关系。这不行。问心无愧吧？那你刚才不说清楚？大人没成器，您不懂。即使是问心无愧，
也不能多说一个字儿，不然会节外生枝的。这女人呐，疑心不可生啊。这男人呐，平安才是福。哎呀，成亲不易呀！哎，那咱们现在就走啊，走。哎，夫人，我陪大人去办点公事啊。记得带上一条兰花帕子。好嘞。怎么了？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啊？咱要去的那家铺子，最有名的就是兰花帕子。我这种身份，再不清醒，那真是没救了。抱月楼东家是谁？不知道，我从进了抱月楼之后，从未见过东家露面。那我换个问题，有没有在抱月楼里边见过一对母子，孩子大概6、7岁左右？也没见过。大人想找的人，应该不是自愿进抱月楼的吧？不是，是被强行带走。他们抓来的人，我们都没有见过。若真有这对母子的话，应该和那些人都关押到一起了。关在哪？没人告诉过我们。新抓来的是谁，我们也都不知道。哦，前几日有一个丫头被打得狠了，夺路跑到了前院，还撞上了我。如果那对母子真的被抓，她或许见我。这姑娘叫什么？不知道，我只知道她好像姓金，她爹是个卖菜的。张文姑娘，该走了。知道了，换好衣服就出来。哎，等等，你还没说想让我帮你什么呢？我的消息有用，十分有用。我想离开抱月楼。这会儿跟着我有危险，不过倒也不是不行。不是现在，只要我的卖身契还在楼里，我就永远摆脱不了这个身份。那我帮你赎出来。不敢让大人破财，赎身的银子我自己有，我只想求一个可以自赎的机会。有钱也不能自赎。我是被刀刃加身强逼着签下的这份卖身契。逼良为娼啊！这抱月楼的东家是能一手遮天的。别说见过我，等我回来救你。不急这一时半刻，先等大人活过来再说。代家，这几日的追思会，所有人名单都在这儿呢，未见范闲露面。王启年家有什么动静？动静倒是没什么，各地方我也安插了人员看着，只有母女2人进出，未见他人。是不是范闲未到京都？咱们再等等。等不得，小范大人至此生事已成，如若这时让他重回使团，这机会可就不好再寻了。可是人没出现呀。不就，你知道这世上最感动的时刻是什么吗？哎，金榜题名，是一家团聚。你知道一家团聚的前提是什么吗？得先有个家，得先分，才有聚。吴舅，去把王启言的妻女请来，我想看阖家团圆。是。就等着被感动。哎呀，我都打听好了，就是这条街。一会儿，这抱月楼负责谈判的车队就会从这块路过啊。记住啊，最后那家车里边不要再晃，那晃的里边菜呢没有封实，它能藏人。确定吗？确定。
没有这个3岁赢的呀？小心我的货物！往里走，这个位置。往里走，往里走，小心点啊！老令，这几辆马车一辆一辆给我认真检查。好嘞，好嘞。队长慢走啊！我见过你，我不认识你。你上过台是不是？葛爷，再给个机会，再给个机会，给我一个机会，再给我一回。就这么想进去？比我命都重要。你也不年轻了，注意身体吧。无所谓，只要能见到我女儿，我怎么样都没关系。你女儿在暴雨楼，为什么？为了500两。你卖女儿？我再混账也不干这种事。那是俺家丫头为了替我还菜钱，她把自个儿卖了。还菜钱？买什么菜能欠500两？是卖菜。那宫里采办菜蔬的代公公从我这边收菜。等会儿。你是卖菜的，姓金？你怎么知道？哎，放这边，放这边。好，都放好了啊！别弄坏了，别弄坏了。我去拿只鸡。你刚才说你给宫里送菜，这好事儿啊，旱涝保收的。可是戴公公要收孝敬，节庆、生辰这都不能漏。上次生辰，我实在是没钱，被戴公公记恨，之后送菜总说我这个菜不新鲜。不新鲜你不卖都不行啊？那倒好了，不新鲜他要罚银子，说你对皇室不敬，天天罚，天天欠。最后欠到了500两，俺家丫头这才做了这种傻事。那咱不给宫里送还不行吗？你不送就是欺君，还是要看脑袋的。就没人告这戴公公？你咱一个卖菜的，凭什么告啊？凭王法。那戴公公就是王法。我女儿卖身。我连那银票都没见着，宝月楼直接给了戴公公，说把账平了。
这戴公公和抱月楼走得很近。那谁知道啊？人都是大人物。从那以后啊，我就天天想进去看孩子一眼，我就想告诉孩子，说爹在餐前肯定把你叔叔呢。哎，把后门打开，让车队赶紧走啊！彻查后院，看还有。你说这，哎，不用亏，我呀，也是在利用你，不是帮你啊。儿子，我这有的银子我也进不去，他进门要门铁。快点，赶紧跟上，快点！快！我帮你解决。小范大人，千古。这老头怎么又过来了？这个来干嘛呀？有没有要拿？不是吧？血真快呀！真像啊！上台追思。他遇见您啊，这真是他的好运气。宫里办菜书的戴公公，听说过吧？简书司的戴公公听说过，没见过。回头我得见见，我也见识见识王法长什么样子。大人若想往上爬，就得学会与光同尘，就得学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这种人也配称作光？光不光的，毕竟人家是宫中行走啊。老金头这样的事多吗？百姓嘛，早都习惯了。娘，我不困，我不想睡午觉。
睡醒了就又可以吃晚饭了。晚上有肉吗？不能总吃肉。我还吃饭。有，睡吧。娘，爹和范叔叔为什么都从井里走？你爹和范叔叔回来的事情，不要和任何人说，知道吗？我懂，娘你放心，我去和三丫他们玩，都说我爹死了。那倒也不必。爹回来啦！你爹回来不用敲门。躲床底下。出来。怎么样？您托我那个事儿，问过我女儿了。她说新来被关起来的，她都见过，没有带儿子的。您放心，您找的那人他不在宝月楼。这人要是不在，线索可就断了。爱人，你明天可以来试试。什么意思？我女儿说，楼里人啊教训过新来的，说明天白天东家要来。抱月楼的东家，那可是挺神秘的，没人知道那是谁。人有银子，如果见到东家，可以问问。哎，您女儿呢？怎么没跟您一块出来？他们是说，我和白良只够2个时辰，让我用那500两跟我自己的女儿。他们要多少两？1万两。我这一辈子都不可能攒出这1万两啊！
俺这那500两银我也没能要回来，孩子没救出来，您的500两我也给您搭进去了，我没本事，我累了。别这样，别这样，对不住你。别这样，您已经帮我很多了，那500两啊，不用还了，1万两我也给你想办法，放心啊。我这就卖菜，还人钱，能活着就好。哎，大人，别过去。奏大人，收拾报官，闹事误伤，赔多少银子，咱们都认。现在如果冲出去，只会打草惊蛇呀！大人，刷干净，刷干净！别看了，别看了。命关天，一个青楼怎么敢？大东家才是罪魁呀！都走了，别看了，到了。人手活着进去的，出来就死了，这还有别的可能吗？可刚刚，咱也不在楼内啊。我明天一定会过来，我倒要看看。这抱月楼的东家到底是谁？怎么下手这么重啊？老头先动到手，我们也是被逼无奈，保不下自己。他女儿呢？看着呢，让人盯紧了，别寻短见。血冲干净了吗？都干净了，录给新的一样。咱们按照您说的，腰呢？楼内楼外啊，都用心清扫，保持一个以诚待人，以情感人。他家还有别的人吗？没了，就一个女儿在咱们楼里。送点银子过去吧，哈，让人多照顾，多劝着，多开导。你说人没了呢，他肯定是难过的，但断了念想，不也轻松吗？屁股，这手是鸡爪子吗？告诉那姑娘，老人的白事这楼里面就给办了，让这孩子好好努力，将来当一个花魁，回去扫墓，老人在九泉之下看着也高兴些。袁大家就是太心善了。再来一遍。腰呢？胸挺起来，漂亮。哎，大人，按老金头所说，这简书司的戴公公那也是一丘之貉呀。但是您别着急啊，等您彻底活过来，咱再接着查啊。你看，怎么了？不是，到处都找了，没人，会不会走进去了？不会，我家夫人知道大人回京都要守密。爸爸，跟他们家一样，什么呀？抱月楼，哎。
现在去没用，他们比我的命重要啊！你先别慌了，你听我说。你说什么？我是不是早就说了，咱们得赶紧走，不然我妻女将会有危险。现在好了，他们让二皇子给抓走了，你不让我慌，我能不慌吗？今天白天咱们眼瞅着一个人，他说死就死了。朗朗杨氏，平安无事。老王，我去了。大人小心，外面的事儿你多照应。是。放心，人肯定能救出来。今天相信大人。